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来准备心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咱大先来锻炼信息，咱先来看信息第270首，着点睛着恭敬，咱请评来弹一遍。先读歌词来念一遍，来第一节，请着点睛，着恭敬，有声音真细，着点睛专心听，逐句真宝贝，轻轻行，轻轻行，主伫咱中间，稳稳念，稳稳煞，主爱咱近我。迄个温温，迄是做念吗？念哦，什么意思？哦，我其实我嘛毋知什么意思，但是我去看伊的迄个原文的迄个伫美国，迄是一首美国的圣诗哦，伊一个英文名叫做 Tread Softly， 有迄个比赛人 Tread Softly， 就是你啊轻轻啊行，轻轻啊行，有点。敢若蹑手蹑脚迄个感觉，轻轻啊行吼，稳稳念，稳稳煞。好，咱来先唱第一节，咱来唱一遍，来请。煞煞煞煞煞，唱起来拢共款。咱来唱第一节来，来请。有点情。信息是一首准备咱的心的一首信息，因为等者咱是头一首，咱准备心来开始今仔日的下礼拜正经，咱先唱这首信息来准备咱的心。这首歌词我感觉足有意义的啦，因为讲伊轻轻啊行，轻轻啊行，咱做啥物代志拢爱慢慢的、轻轻的吼。甲咱有一寡的信息好像有一点冲突，咱有一首信息是讲安那好大忍住表嘛，对吧？好大什么？其实的人基都就是一首军歌共款。这首歌是甲安那着点睛，着恭敬，爱轻轻啊行，稳稳啊煞，稳稳啊煞。这什么意思？我是感觉咱的做基督徒嘛是有时阵，爱真侪时阵，咱是爱轻轻啊行，轻轻啊煞，因为咱着爱点睛。为什么？因为咱爱听一个声音，是啥物声音？是主的声，主会对咱讲话。所以咱有当阵若是足大声，就安尼话安尼，就用足大声的时，咱可能会袂听到上帝出声在叫阮。好，所以就亲像迄个撒母耳，伊啥物时阵上帝咧叫伊，就是伊休困，伊安静咧休困的时阵。所以我想信心也是上帝有当阵对咱讲话，但是咱因为外口伤吵，咱的声音伤大声，可能咱就无去注意听到上帝的声，所以咱来学习，咱就点睛着恭敬来听主的声，咱对第一节来唱到煞，来请，来。着点睛着恭敬，
成就永恒的家，是信心，雄出人心是对决大很平，轻轻行，轻轻行，主的咱勇敢，稳稳呀稳稳耍，主爱咱稳活。第三站，就点成就永恒，让你来祈祷，分享心情天，当世界庇护，轻轻呀轻轻呀，主的咱勇敢，稳稳耍，稳稳耍，主爱咱稳活的四站，就点成就永恒，照亮主的名。就点成就永恒，天高的主名，轻轻呀轻轻呀，主的咱勇敢，稳稳呀稳稳耍，主爱咱稳活。好，这是咱第一首的圣诗。咱唱这首诗的时阵，咱准备咱的心，但是轻轻仔行，莫行伤慢，吼，嘛是爱一直往前走，慢慢啊，爱继续往前进行。咱来看咱第二位的圣诗，是第177首。我主，我救主，我真爱的完全，咱请琴来弹一遍。这首圣诗咱应该拢唱过吼，这首圣诗应该有5节，但是咱今仔日无唱第5节，咱唱4节，因为第5节是为了圣餐来唱的吼，所以咱唱的时阵是唱4节。来，请。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是咱回想用情的事，相信听他为带来意义，俺这有困苦当对起的站，我主耶稣有小的功劳，信心欢迎大心降落，同会的花和世界变破，信心望定心的生活。第3站，付出信心坚固咱心志，勇敢行出苦的过去，希望吹过求上拢快乐，追求心路发现意义。第4站，因带的主随情带咱去，分享见证听通作为，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主爱上帝我心万米。哦，所以第4节的最后一个音是无共款的，甲正常是无共款的，是唱上去吼，唱比较高的迄个降息。好，咱请准备心来开始今仔礼拜。
今仔日是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奉献伫伫个座位头前，请准备心奉献，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全地拢着上主出欢喜的声，着出大声，欢喜唱歌学罗伊，着弹琴唱歌学罗上主，着弹琴甲诗歌的声学罗伊，用号角甲哨角的声，号头甲哨角的声，伫君王上主的面前出欢喜的声。三角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270首。270首，请起立。主爱咱君王，着点情着恭敬。
人中间，稳稳点稳，主爱咱出门，着点情着强气，谦卑来祈祷。表修经美好，为民行勤勤行，稳稳点稳稳线，主爱咱君王。着点情着勇气，照亮主意义。只是用许多圣经做来改变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上主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是死埋葬落去母。第三日对世人复活，上天打坐全能爸上帝。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生死人。我信圣神，胜过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请坐。三个用启应文15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15篇，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我。求你洗除我一切罪孽。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胎就有罪。你以后是内心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互我定心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喙。
你无爱生理，若爱，我欢喜现。上帝啊，你所爱者是痛悔心灵。当心来祈祷。早伫的、现在伫的、永远伫的阿爸爸上帝啊！我要学落你，你是荣耀的神，也是创造天地主宰。天要攻击你的荣光，强冲要保养你手所做。迄日对迄日发出言语，一面对一面传出灾祸。你的尊神遍伫天下，你的言语到伫地极。天父啊，你的所创造是遐尔啊多，拢是你用智慧做成的。遍地满有你的富有，你创造天地宇宙万物，你的智慧长跨关深，你的慈爱到永远，你的信息直到万世代。主啊，确实阮人有罪，阮需要伫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求你来赦免阮。因为阮常常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名声、地位、利益，袂记你的教示，爱阮先求你的国甲你的义，就阮所需要物，你拢要煞予阮。求你赦免阮，清洁阮的心，求你圣神日日警醒阮，互阮的生活会当为主你为中心，互阮准时参加主你崇拜，参加小组的团契，时常以祈祷来唱圣诗，来到主你的面前，甲主亲近，互阮兄弟姊妹会当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三夫妻三照顾，过教会圣洁的生活，同行天路。阮教会目前重要事工是，阮要教会要伫原址重建，求你带领阮头前的路站，互阮正兄弟姊妹对这事工有合一的心志，同心合意来完成这个事工。因为阮相信，只要阮同心合意，伫个主会带领一个无任何困难会当阻挡阮完成这个使命，互阮会当承接阮的信仰前辈过去100年几内伫个这所在所留落来水阁好的事工，互上山教会继续伫个上山地区会当来为主你来做工，来荣耀主你的名。阮若要为了这世界来祈祷，这个世界目前到处有天灾人祸、极端的气候，我相信这都是人类管理这世界管理无好的结果。地球带来了打扫、火灾、水灾、地动、火山爆发，甚至战争。这个时，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苏联甲乌克兰的战争，带来了真侪人的性命丧失，无家可归。这种说明了人的自私、自利、骄傲自大、贪心，以及破坏了地球这个环境。我们求你赦免阮，赦免阮人类的无知。赦免阮人类无尊你做大，无遵照你的教示，无用你的话语、你的教示来治理国家。阮相信这世界需要你，人人需要你。
只有你的恩典、你的救恩，才会让带来人类人心内的平安，互这个世界带来和平。阮深深拜你以上祈祷，这是阮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吟讲。愿伫天你的爸，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亲像地天，愿你的心，你国亲像我。你来。因国万民永更荣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翰福音第6章51节到58节。新约翰福音第6章51节到58节。我是我的饼，对天降落的。人若食这个饼，就活到永世代。我所要予人的饼，就是我的肉，为了世间的活命来享受的。对安尼，犹太人三前讲，这人怎会用伊的肉互咱食？耶稣就甲因讲：我实实甲恁讲，人恁若无食人子的肉，无啉伊的血，就恁的内面无我。食我的肉，啉我的血的人就有永活。末日我要互伊过活。我的肉是真的食物，我的血是真实通啉的。食我的肉、啉我的血的人，伊踮伫我，我也踮伫伊，亲像我的爸找我，搁我对爸来活。食我的，要对我的活，也是安尼。这就是对天降落的饼，毋是亲像列祖食玛纳也死去。食这个饼的人，要活到永世代。这个话是耶稣踮伫迦百农会堂来教示人的时所讲的。曾经到这，请王明哲牧师讲道，题目是食这个活命的饼。大牧师，各位长子、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的声有清楚吼。好。咱今日是即个教会甲社会关怀主日，今日代表即个总会教社委员会，也代表七彩中会教社部来向大家请安甲报告。感谢各位兄弟姊妹过去，对即个。就是咱讲的这教会甲社会事工的关心甲奉献。伫这个所在，大先咱先来看即个，就是讲咱，因为咱相传教会是属伫七星中会，所以七星中会教社部伫这几档内的一寡事工的报告。其实伫七星中会教社部，可能伫这几档的事工，可能咱较。进前较知影是讲较大是即个咱讲的净滩的活动吼，其实对于即这几档开始有即个咱讲的有即个民防的训练，也有参加即个青鸟的运动，当然每一档拢有即个礼拜纪念主日，即马净滩活动嘛转变做即个咱讲的，就是讲咱甲青中来区会来合办即个教社相关的事工吼。亲像即个社区走读，也是咱讲的机构的关怀。伫可能咱进前最近几档最后一遍的即个净滩是即个金山即个净滩的活动吼。搁有咱对即个旧年开始咧举办即个，咱就是讲即个社区的走读，就是去了解迄个社区所以对旧年伫即个2023年，咱有举办伫宜兰。去即个马街即个走读的活动吼，走读的活动，搁有去参访关心遮个机构，像旧年教社部就去关心即个相连的即个安养的中心，去关心因遮个事工。伫今年嘛有去参访淡江中学，去关心即个淡江中学的事工吼。搁有即个每一档拢会去参与即个礼拜游行的即个活动，去关怀台湾的即个过去所受到的即个礼拜即个事件，做伙不断的关心。可能最近的就是即个参与即个咱讲的青鸟的行动吼，去伫即个济南教会去斗协助即个事工去发放即个物资，去
照顾。啊，搁有伫即个所在，因为总会教社委员会嘛有甲即个咱讲的，可能咱知影即个海上学院有做即个民防的训练咯，所以咱今年教社部嘛有伫台北，啊，搁有伫即个家人去举办遮个训练吼，就对伫讲一寡意外灾重大的遮个灾害啊，做遮个训练吼，我望讲会当诚做即个咱的即个土地的帮山。所以咱今年共款要继续有做遮个议题，有遮个净滩净山，啊，搁有就是讲关怀来社会甲遮个事工吼，啊，我望讲通过遮个事工，虽然做的可能无一定真够野，但是通过安尼啊，甲特区联合，因为以前拢是一个部安尼过去做，但是对今年开始，七个中华教社部就甲即个六区来做即个合作，所以咱看到咱周报的即个进山的活动，其实嘛是伊甲青中的教社部咧做即个合作，啊，嘛兄弟姊妹会当为着即个教社的事工带导，嘛是鼓励咱的兄弟姊妹会当来做伙来参与，用咱的行动来关心咱的即个社会吼。感谢各位兄弟姊妹的支持甲一个带导，原子4号纪念。伫这时阵，咱要做伙来祈祷。听台主，阮感谢你，互阮做伙伫今日早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听透你的话。伫即时，恳求主你的信心帮助阮，互阮听的甲讲的，都要对主你的话白白得到利益，得到造就。阮的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即个题目是即个食迄个画面的饼吼，啊，即个拄好咱今日即个金课节的即个福音是到伫即个约翰福音第6章51节到58节。咱知影讲伫即个即几个礼拜，咱可能拢有咧看电视，拢咧封奥运吼，咧看即个奥运拄结束。当然咱知影讲即个奥运的中间，每一位选手要发挥上好的即个实力，就是爱不断的训练。搁一个上重要是安怎？咱有发觉到无？因的身体体格拢真好，有无？拢真非常的好。所以其实拄要训练以外，咱拢知影讲要维持即个身体即个体格状况，搁一个上重要的代志就是忍者。所以可能有人就会知影讲，有诶选手伊拢有一套对伫家己身体上好诶迄种忍者诶方式，啊，甚至讲要比赛进前，可能对几个月前，伊就可能逐工拢爱食共款诶物件，安尼来过生活。所以，互咱会感觉着讲，哇，逐工拢食共款物件。其实咱如果讲2、3工拢食共款物件，可能拢会野生哦。即个选手是安尼。咱讲的严格来对待家己，为着互家己的即个身体更较好，来毋是更较好，就是讲互伊的状况更较好，来维持即个忍者。当然，咱毋是奥运即个选手，但是咱现代咱拢会注重咱的即个忍者，咱会去运动，咱甚至会去咱讲的健身房，请遮个教练等等的，也是遮个营养师来维持咱身体健康。所以知影讲，啥物款的食物对伫咱有啥物款的影响？所以为着家己身体健康，咱会避免去食遐个食物，只有食家己对家己身躯有利益的食物。但是咱嘛知影讲，对伫咱人来讲，咱毋是只有食肉体食物尔，咱其实伫心灵内面，咱的性命嘛是需要食物。所以，互咱来思想一下。咱平常时咱是食啥物物件来，互咱的性命得到保障？伫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咱要对信仰的角度来看这部分。咱知影讲，伫即个头前经文看到头前就是即个5块饼2尾鱼的新约。咱看到讲，伫即个新约的中间，有超过5000人得到这讲得到这个新约拢食饱，所以看到这个新约济人，其实咱
对这五块饼两尾的身后壁，会看到讲有一部分的人开始来敲找耶稣，就是伫即个20到25节中间。所以当因敲找了，耶稣就开始对甲因咧对话，就是对26节到71节中间。所以其实即段话，咱通常会讲着讲，这是约翰，就是作者约翰伊要表达圣餐的信仰。咱有知影无？咱咧看圣经，就是讲四福音内面，只有约翰无特别去描述即个最后晚餐的即个情景。是通过安尼来讲到伊对伫即个圣餐神学的即个看起，就是对天降落的饼。所以即段经文就是咧讲到生命的饼的部分。所以今日咱来看的即段就是即个对话其中一段。如果咱有去对伫即个教会经课有咧研究的话，其实咱就知影讲即段经文其实拆了差不多有4段咧讲即个部分。所以咱大先仔会看到的就是讲对天降落的饼，对天降落的饼。伫即个咱看到讲对41节到51节中间，耶稣甲遮人讲啥物？讲伊是对天降落的饼。当伊食即个食物的意思安怎？就是爱相信耶稣得到完全的即个饱，甲得到永远。但是咱来看51节，犹太人讲是三经讲啥物？即个人刚会用伊的肉，互咱食。当耶稣讲了这个话时阵，这个人真怀疑耶稣哪会讲即款话。当然，咱知影讲，即个安怎？听到这以色列人，听到耶稣这个话，以色列人因感觉着讲，为虾米即个目睭会惊？因为因中间知影讲耶稣的身份，会当讲即款的话。即款话其实某一种对犹太人讲，这是对上帝无尊敬的即个宣告，所以因怀疑反对。可是耶稣佮讲啥物？佮我所要互人的饼，就是我的肉，为着世间万民才赏赐的。所以这个宣告互以色列人佮较无平安。当然，咱若看52节这个字，只有看这个字，伊讲姜会用伊的肉互咱食，就是咱会真直接去想讲，耶稣竟然叫人去食伊的肉。这是一个真好理解的代志哦。通常咱想到肉，可能就是咱可能去超市，也是才会市场买迄个肉。但是，咱爱知影讲，如果对圣经的背景，咱去看这个代志的时阵，其实这是一个咱知影讲这个闪族善族的这个语言，就是因当时的这个语言内面，咧讲这个人身躯顶的肉，毋是讲咱实际这个咱讲的肉。是讲咱规个人，特别是讲到人安怎一个有诶缺点甲软弱，因为咱知影讲，伫即个因诶信仰观念内面，人诶肉体真短，注定会死、会消逝、会朽烂，所以甲上帝永远是袂通比诶。也安尼，以色列人因会知影讲，耶稣毋是讲爱叫伊食。人肉毋是这个意思，耶稣是咧讲，伊真做人的部分，就是因认为讲有软弱、有限的苦难迄个部分，就是耶稣甲遮个人无共的是安怎？伊有一个甲咱人无共的性命，毋是世间的性命，是永远的性命。所以耶稣是要求因爱去接受这个主的教示，并且要互因一个具体。会当食的物件，所以伊讲的这个部分是指人性的部分。但是当伊讲到人性的部分的时阵，犹太人自然会去想到讲，伊拢甲我共款，拢是人啊，咱拢会朽烂，拢有限。为虾米你会讲你家己是对天降落的饼？你有甲咱啥物无共的？伫这个所在，我有一句话安尼讲，You are what you eat， 就是讲。人如其食，人就亲像所食的物件，意思是讲，人的心中是出自因去接受的物件。咱知影讲，拄则讲着，咱每一个人拢需要食物，其实咱对细汉到大汉，咱拢需要食物件来
中大来维持咱身体运作。但是咱嘛需要人性的食物来，互咱有遮个认知，有遮个心思意念，有遮个财目。所以，遮个咱所食的人性的食物，是对咱出世，就对咱的家庭，对咱的学校群体，甚至咱即马伫教会，咱嘛咧食这人性的食物，咱拢是豆豆培养起来。比如讲，咱上基本的，咱拢会看册，但是册有真侪即个种类，有料理，有语言，有心理学，有即个哲学，有即个爱情，有家庭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多。但是，请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家己看的册，会甲你边仔的人共款无？爱看的册一定无共，咱拢有家己的兴趣，咱拢有家己爱看的册。所以，每一个人拢读了无共个款的册。当伊读了，伊的看法、伊的认知，因当会受到伊所看的迄本册的影响。比如讲，若是咱爱做菜，咱会看啥物册？做菜册嘛，做料理的册嘛。所以你看了，你就知影讲，迄个菜要安怎备料，要安怎煮，较会好食。若是咱对即个心理学有兴趣，咱会去看即个心理学的册。无可能讲。当你看了这个做菜册了，你就会捌这个心理学，无可能，也无可能你看了心理学的册，你就会晓去做菜，这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现在，当耶稣甲人讲出讲，伊是真正的饼这个时阵，伊讲伊这个饼会当养饲人的性命，伊会当带互人永远的活命。对伫以色列人讲，这是冲突的，为虾米？因为咱拢知影。迄个时阵，以色列人因为啥物？因为旧约，因为摩西律法咧引带因行即个上帝爱因行的路，引带因行智慧来接近主。但是，咱实际上看到，因去守着的遮个律法，却互因行死亡的道路。为虾米？因为咱如果来看四方的书内面，耶稣那边指责什么人？法利赛人、文士，爱遮个门徒小心因个啥教母、孝母。为虾米？因为遮个人传达出错误的即个上帝智慧。如果遮个门徒继续学习遮个法利赛人、遮个文士，会变甲甲因共款来过生活，无法度。就安尼有行一个死亡的道路，无法度得到真正的智慧。所以耶稣伊用食物来讲着安怎？讲指出人需要的是去受伊。为虾米？因为是道成肉体。伊讲的是对天降落的即个饼。所以伊问问讲，当人咧食伊的肉、灵伊的血。就是去修伊来过生活，来真正实践上帝的道。若是安尼，咱就永远活命。因为咱通知影，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伊虽然讲伊是对天降落的饼，但是搁较重要的是，伊直接将上帝的道通过伊伫世间的行动来表现互人看，来互人直接学习讲要安怎做。你才会当行即个上帝原本要互人真正的智慧，即个活命的道。毋过真可惜的是，这犹太人虽然已经大声得到即个旧约内面上帝要互伊智慧，就是即个生命的饼，但是因无认出来，眼前即位真正来实践上帝话语的主，所以才会反感。才会听了耶稣的话了，感觉可能伊的感受是，这宣告是真罕古的，是无法度去相信的。但是某一个方面来讲，有可能伊的心是安怎？无去特别去追求性命。有一句话安尼讲，一个追求性命的人，才会互性命吸引。你无想要追求，就袂吸引。即句话，相信咱拢会理解。咱对一个物件有兴趣，
咱就会安怎，互伊去引，咱就会去追求。啊，如果你无兴趣，你绝对就袂去。所以，伫这中间，虽望当然犹太人有因的背景安尼来拒绝耶稣，但是某一种程度来讲，因嘛放弃追求这个性命。所以当这个真正的性命伫伊面前的时阵，因无想要去追求，甚至是拒绝。所以耶稣对因的回应，其实后壁的回应，伊搁较进一步来肯定伊要讲的话，但是伊搁煞只讲了一句，互因真恶去理解的话，就是啥物？恁伊的血，了会当定伫伊的内面。耶稣讲啥物？伊要求遮个人来食伊的肉，啉伊的血。这对以色列人讲，这是一个真恐怖的代志。因为如果咱去看这旧约的内容，我举一个例，咱顶头的经有这利未记17章第10到11节中间，伊特别讲到啥物？血内面有活命，血内面有活命，因为因相信伫血内面有这生命的规律。如果人若无说伊啉血，也是食这血，表示你是甲这生命摕走，就是你去夺走这生命。但是这是人袂当去做的，因为伫旧约内因严格禁止，生命的主人毋是人家己，乃是上帝。就算是现在，当遮以色列人因要杀这动物来食，伊嘛会将这血放清去，倒伫涂骹，将这生命献互上帝。就是讲，因的观念内面，这个血有活命，但是这个生命毋是因会当夺取的，所以啉这个血表示因将这个生命摕走。所以，这是即个以色列人听到耶稣讲这个话时阵，真恶去理解的代志，哪会讲爱因去夺走耶稣的生命？但是咧。耶稣宣讲讲，人要食的肉、啉伊的血，其实是建立伫一款的思想的下面。如果咱转去旧约，咱去看这个出来记的时阵，上帝安怎甲以色列人立约？用啥物物件立约？血，用血立约。安怎？一半倒伫这，向伫祭坛顶；一半向伫百姓的身躯顶。会表示啥物？这理由表示啥物？就是上帝愿意甲遮以色列人合作伙，要甲因做伙。咱看到讲伫西奈山的事件内面，上帝就是通过安尼用血的方式，一半压伫祭坛，一半向伫即个人的遮以色列人的身躯顶，通过安尼要表达一个代志，就是伊要甲人建立一个连结关系，是生命连结关系。但是以色列人正做代生的这个代表，但是这个连结到新约，就是耶稣要做的代志，就是耶稣伫未来献祭，但这个献祭了后是安怎？上帝甲所有人完全的这个连结，所以。耶稣伫遮讲，这个食伊的肉、啉伊的血，毋是讲要夺走伊的生命。实际上，伊是建立伫这个思想顶面，就是讲要重新甲所有人建立关系。上帝要重新甲所有人建立关系，毋是只有以色列人，阁有外邦人，阁有所有人拢是。所以，食耶稣的身躯是接受这个主的道。另一个是安怎？是咱愿意要来宣告讲，耶稣基督要进入到咱的生命内面。伫咱每一个人无共款人生中间，伊拢愿意甲咱同在，伊拢愿意甲咱做伙。伊愿望咱邀请伊将伊的生命转变做咱的生命。意思是讲，另一个就是。伊分享伊的生命互咱，即种的关系就是约翰福音第56节，伊讲啥物？耶稣讲啥物？伊踮伫我，我也踮伫你。这是
人甲基督真密切的结合，就亲像耶稣甲主上帝结合共款，遐尔亲密。咱看到讲，耶稣伫最后晚餐内面，伊用行动表达对敌人上大的疼，互即个天对天降落的食物，毋是只有通过头脑甲心灵，其实现在即个物件嘛，进入到咱教会的礼仪，虽望咱今仔无，就是圣餐的中间，来真正领受即份疼，互生命有新的意义，来纪念思想即安怎主甲人利用、牺牲、付出的过程。所以讲，咱今日无圣餐，但是各位兄弟姊妹，咱每一个礼拜都爱做啥物？来敬拜上帝，来听主的话，听主的道。所以兄弟姊妹，咱来参与礼拜，伫这中间领受主的话，有新的礼时阵，咱领受圣餐，为着是啥物？是为着咱家己伫礼拜中接受主的塑造、塑造，互家己安怎愿意为主来改变，是家己愿意来改变，毋是讲期待别人改变，毋是。咱听主的话是为咱家大生来做改变，包含分享的，包含听的人，包含所有服侍者。咱来做礼拜，咱来领受主的道，领受遮的主的饼，拢是咱愿意学习来为主家己来改变。因为只有安尼，当咱讲咧讲咱相信耶稣，咱才有可能对咱的改变，就讲互人看到耶稣基督伫咱生命顶悬的这个改变是啥物？迄个好是伫倒位？来活出主的道，因为咱拢知影，讲话咱大家拢会讲出主的道，嘛真简单。只有你若真严格、真认真去看圣经，去做这笔记，咱会来讲这个道。但是实际上，咱要活出主的道，上困难是啥物？咱有法度去改变，咱有法度对主的话内面去提醒家己讲，你。倒一个所在无够呀？倒一个所在无法度活出迄个主以爱的款式，这才是上重要的。所以咱来礼拜上重要的一件代志，接受主的话，但是实际上咱是来接受主来甲咱起造来改变。所以咱嘛为虾米？咱嘛看到讲耶稣伫世间生活是安怎生活？伊行遐个互社会、互团体。拒绝伫外口的人，伊拢去找遐个宗教人士讲的有罪的人，但是遮个人是互犹太人的群体拒绝伫外口的人，所以耶稣甲因医治，甲因带转去原本的团体。为什么耶稣爱医病？因为有的病是迄个当时的群体所拒绝的，因无法度甲遐个群体做伙生活，像即个麻风病。一定爱咱讲的隔离伫外面，所以耶稣将因医好，因才会当转去到因的群体内面。耶稣是在做这个代志，所以咱看到讲耶稣伊付出伊的一生来服侍这个人，因带人来过合主心意的生活。为什么爱因带人来过这个生活？因为互人避办将来伫上帝国的生活，因为将来咱伫上帝国也是安尼来生活。有一个牧师，我记得有一个牧师，我听过一个牧师分享，伊讲，如果你即摆无爱做礼拜，安尼你去上帝国会真痛苦。为什么？去上帝国逐工拢爱做礼拜，哇，逐工拢爱做礼拜，安尼有欢喜无？如果你即摆感觉来做礼拜无意义，真痛苦，安尼你去上帝国敢是幸福的？所以提出这个部分来互咱思想。所以对这个观点，咱来知影讲，耶稣伊所行的一切，伊所活的一切，就是毋望咱陪伴家己来伫上帝国的生活。所以伫现在，咱就要开始陪伴家己来过即款的生活。各位亲爱的姊妹，我相信咱拢咱接受这个信仰，嘛愿意去活出主的道。但是真实际问题，咱嘛会拄着。就是当咱真正去关心人、努力去付出的时阵，
真侪时阵，咱是互人，咱讲的热脸贴冷屁股，互人嫌，互人拒绝。可能咱的付出是得不到别人的肯定，甚至批评。咱难免拢会失落，咱难免拢会讲，为虾米主啊？我照你的话安尼去做，去服务别人，我所得到回应是好的，反倒是受到批评。那安尼主，我阁有法度安怎去？我阁会当继续去做嘛？毋过伫遮要勉励咱的兄弟姊妹，既然咱甲主合作伙，联合做伙，其实有一个支持咱继续做落去的规律，就是踮伫咱的性命内面，耶稣基督的性命。就算咱做会互人拒绝，就算咱做会互人批评，因为耶稣基督伫咱的内面，咱会当继续来服侍，继续去关心别人，继续去做。所以，其实咱礼拜每一天的礼拜，就是重新搁一摆领受这个得到支持的气力，通互咱伫礼拜了后，咱转去煞食一礼拜生活中间，来继续去行出耶稣基督愿望咱行的这个道过的生活，去活出这个基督的款式，带互人分享这个欢喜的生命。伫最后，我要分享一个道吼，这是伫这个澳门，就是这个北大年安养院的一个小圣堂哦，这是天主教的小圣堂。内底有100位哦，伊是一个墨西哥的艺术家伊所画的。伫这画中间，咱有看到无？有看到啥物？这中是啥？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咧做啥物？伊牵两个中者的手，然后后壁有一个咱讲的日落吼。这个是啥物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讲，伫这个日落，就是这个太阳要落下的时阵，代表这个中者的生，就是因的生命甲精神。因为咱就讲，人若到年老，这个生命就会点点安尼行这个终止。但是这个日落毋是终点，为虾米？伫这个日落的中间，其实嘛表达较红，就是表达讲，这个太阳嘛要豆豆升起来。这个升起来是啥物？升起来的太阳就是这个耶稣基督，表示讲耶稣基督嘛咧支持这个物件。啥物意思？咱拄则讲的年老是代表咱人生上软弱种子的时刻，但是耶稣基督陪伴伫遮的中者的身躯，表示讲咱人生有这个外表上软弱的时刻。但是嘛有心灵上软弱的时刻，无一定是年老的时阵。可能咱在座现在兄弟，可能嘛有拄着你即马认为讲，伫你人生中间上上艰苦的时阵。但是耶稣基督拢伫咱人生的旅程的中间陪伴咱、牵咱，互咱安怎？伫这中间感受到对伊来的支持甲帮助，然后咱阁看到伫这个话的中的两边，阁有这个就是天主教的修女，安怎？一个杀轮椅，一个牵遮的中者。你表达就是讲，安养院的这个兄弟拢通过这个修女的关怀来经验耶稣基督的临在，兄弟姊妹。这就是耶稣基督爱咱做。耶稣通过这100话提醒咱一个代志，咱难免拢有真软弱、真恶的时阵，亲像拄则我所讲的，即个咱的服务，咱的要活出做道，拄着即个拒绝，拄着伤害的时阵，甚至是搁较恶担当的事的时阵，咱人生就亲像日落共款要落落去。但是耶稣亲像一个要升起来的太阳来支持咱，然后耶稣愿望咱安怎？得到这个气力的咱，共款甲伊共款去扶持遐个真正有需要的人，共款加做伊的支持。无论咱的行业是啥物，咱通过咱的服务去加做别人的祝福。我相信香山教会是一间祝福人的教会，拄则我看周报。
人有真济遮周间的活动、遮的课程，有遮的长者，有遮的小朋友的课程。我相信所做的遮的事工，除了互因明白福音，搁较重要的是去服务遮的人。所以上山教会是一间愿意祝福别人教会，所以恳求主继续帮助上山教会每一个帮助牧师，帮助每一个兄弟，互人看到上山教会，毋是讲伫老河街夜市内面，咱讲一栋的建筑物，是看到亲像100位同款的景象，是对服务人开始。真做别人的祝福，咱做伙来祈祷。听大主，阮感谢你，互阮做伙伫今日礼拜中间领受主你的话。主，阮通知影，你是对天降落的饼，你是愿意分享你的性命的主。因为通过阮领受这个饼，领受你的话，阮会当甲你的性命连做伙。这会当帮助阮伫世上来实践上帝你的智慧，伫世间来服务需要的人，甚至当阮咧做有失迷、有软弱的时，主你会支持阮，通互阮会当继续有气力来服务需要的人，互阮所做的一切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求主继续带领阮，互阮大概。领受主你的道，领受主你的恩典时，阮拢会当珍惜，阮拢会当重新搁一摆得到开力，通向前迈进。主，阮感谢你，安尼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来读今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2摆。食我的肉。好，志向啊，伊将歹人下伫城市，求伊拿互三见人，得好。三个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177首。圣诗177首，请起立。所救赎的公路，诚心管理踏实公路，通过你我，互世界变好，信心望定心去做，靠主信心。忧伤拢传离，对心路发给意义。永活的主，真传去，运用见证，听从主意，这是定时的日子，主爱上帝，满是万民。请坐。奉献，请谢谢啊执事、陈秀执事、施淑任执事来辅接奉献。我
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今日是总会所定的教会甲社会方面主理特派王明哲牧师前来讲道请安杜上牧师，请兄弟关心奉献。小会定伫9月初礼拜透早9点半，设教主念纪念日礼拜中要举行洗礼甲圣餐。要接受洗礼，也是要明白信仰的，请陈牧师来报名，会当安排洗礼课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人客。互咱伫咱上山即个大家庭内面，有欢喜的事，嘛有悲伤的事，互咱拢彼此来代祷，彼此来上帝献上感谢。伫即个拜五，伫顶礼拜五，庄博雅即事曾燕纯即事娘，因为真平安得到一个查某婴仔，互咱为着因祈祷。但是伫咱的即个大家庭中间，咱的邓张如玉姐妹、邓妈妈，伊伫昨下晡来蒙主恩调，所以咱嘛为着即个家庭来祈祷。邓妈妈伊的即个告别礼拜是定伫过来的礼拜六。礼拜六早起8点，伫第二殡仪馆的志美礼厅。即个拜六早起8点。所以咱伫拜三，咱嘛要去邓洪超兄弟的厝里来举行家庭礼拜。所以你若有要参加需要地址的，则请你甲我问。好，这是咱来为着咱的遮个事来祈祷。咱为着世界、台湾各地宣教师，为着教会建堂事工，嘛为着今仔日。咱所听见教会甲社会服务所需要的遮个事工、遮个经费来祈祷，咱嘛为着怀孕的姊妹淑芳甲齐云，嘛为着拄仔生产的燕纯来祈祷。互咱嘛为着即个查某婴仔来祈祷，因为伊有较早1点仔出世，所以囡仔的体重佫不足，所以佫爱观察看当时才会当做伙来出院，所以咱嘛为着即个红婴仔来祈祷。咱嘛为着身躯欠满的兄弟丁友兄、林水长老、赵龙兄、慧玲姐、民主姐、白长老娘、阿卡姐、道明兄、俊生兄、张老师、公基姐、陈基雄长老、以礼、素梅姐、方梅姐、明理姐、阿菊姐、郭元兄，咱开喙为着遮个事，为着遮个集体来祈祷。主愿感谢你，互阮今仔日来到你的面前就群你，互阮透过这段圣经节，搁较侪会体会主，阮若有你，阮的内面就袂孤单。主恳求你，互阮真实来迎接你进入阮的内心，成做阮的救主。主，阮要为着阮的世界、阮的国家以及各地宣教师来祈祷。阮看见即个世界充满战争、天灾、真济罪恶的代志，主恳求你的怜悯、你的公义临到。也好，台湾虽然阮面对对岸的威胁，总是主也互阮无惊吓。也最近有真济的地震，也恳求你保守即片土地。阮也为着各地宣教师来祈祷，帮助遮宣教师伫无共款的所在，互因有气力、安全来服侍主。主特别为着伫战争
地区或者宣教师来祈祷，恳求你保守因的平安。阮也要为着怀孕的姊妹来祈祷，恳求你保守淑芳甲齐云，互因甲因巴肚内囡仔拢有上帝你所赏赐的平安。也要为着拄仔生产的燕纯来祈祷，恳求你加添互伊气力，也保守即个囡仔，互伊真平安、真健康来长大。主，阮也要为着身躯欠满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遮个兄弟姊妹，互因长期伫疗养、伫复健安尼中间，互因有健康的心灵会当来抵挡对病来或者的痛苦，互因有较侪的信心。主，阮也要为着今仔日阮所听见教会甲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是遮个面对社会顶面的服务，阮需要的经费，阮嘛要来向你求讨，恳求你补助，互阮会当有气力，会当伫即个社会来做真济救援，也是遮个支持的工课。主也要为着教会来祈祷，教会建堂的时间，教会或者教育、敬拜、关怀的时间。恳求你拢兴起，搁较侪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参与。阮将兄弟姊妹新的一个礼拜交伫主你的手里，帮助阮伫教会即个大家庭的内面，阮面对欢喜的事的时，阮会当甲遮的家庭做伙来欢喜；总是阮面对悲伤的事的时，阮也会当甲遮的兄弟姊妹相甲来体会主你的带领。恳求主你保守黄草乡因一家。互因会当对上帝遮有领受搁较侪的安慰。愿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即是来吟诗圣诗387首，圣诗387首。吟诗了，请弹幕师作导，请起立。上帝因更新加星星三位一体，现在地地，永远地地，无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